上海地鐵有2架列車前後相撞，超過270人受傷。地鐵公司向乘客致歉，形容係運營有史以嚟最黯淡嘅一日。駐上海記者歐俊軒報導。事故發生之後，大批消防武警趕到去出事車廂救援。2列列車總共500幾個乘客陸續疏散。醫生嗎？醫生嗎？醫生。輕傷嘅徒步由隧道走向老西門站，有人血流披面等候喺隧道內等候救援，有乘客倒地要由擔架抬走。有乘客捉住職員質問。信號出問題。內地傳媒報道，由於新天地站信號故障，10號線喺下晝2點10分左右開始，全線列車要人手調度，人工控制大約40分鐘之後，就有2架列車喺豫園站至老西門站下行區段相撞。根據出事列車上嘅乘客憶述，當時列車啱啱由豫園站開出，但係未到達老西門站就忽然停落嚟。列車廣播表示，因為故障要短暫停留，其後懷疑後邊架車追尾，好多乘客都係向車頭方向跌倒。意外發生之後，10號線全線封閉，而地鐵站旁邊都有大批市民圍觀。200幾個傷者分別送到7間醫院搶救。坐喺前一部列車嘅乘客話係俾其他人壓傷。就是當時我們都來不及做反應，就被撞。你是在前面，還是在後面一個列車裡面？前面，我們是被撞的。那衝力很厲害嗎？蠻厲害。列車服務受到嚴重影響，伊犁路站至到四川北路站13個站要臨時封閉，實施臨時封站措施。目前出事嘅列車已經運離現場。Now 寬頻電視駐上海記者歐俊軒報道。